我们到底为什么能过上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日子？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定下来的国策，而2001年中国才加入 WTO， 开始跟世界全面接轨，中国由此成为了世界工厂。而大家印象中的好日子就是2001年到2020年这20年，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20年。那么1978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是什么样子呢？90年代末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上千万公务员停薪留职。当年的各机关和事业单位停薪留职的人员，连每月温饱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。另外还有3000万国企职工下岗失去收入，连公务员和国企职工这种铁饭碗在那个年代都是这种境遇。其他的小商贩、个体工商户、打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。所以真正的转折点是加入 WTO。从2001年开始，中国完全融入世界，成为了世界工厂，经历了日新月异的20年。在这20年里，人们逐渐适应了高速发展的生活。而2020年之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如果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了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这个我不敢乱猜测，只能说你可以把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情通通想一遍。反正我想到了曾经的苏联。苏联曾经是欧洲的重工业中心、农业中心，被称为欧洲子宫，经济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可是当他经历冷战被孤立的时候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如果你喜欢读那个时期的苏联小说，你可能会了解一些。都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年轻人无所事事，年老的发不出退休金，而且还说的振振有词，理所应当。有钱有权的仍然住着大房子，开着大游艇；没钱没权的男的打黑工，女的能卖点啥就卖点啥。总之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任正非说，未来3年的目标是活下去，未来10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。黄光裕说，国美要蛰伏，要把资源聚焦，活下去。美的的董事长方洪波说，未来3年是前所未有的寒冬。你可以不相信这些人的人品，但是你永远不能不相信他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。还是那句话，未来做好最坏的打算。